歡迎收睇新一個禮拜嘅灌籃週記。你依家睇緊嘅係6月18日星期四嘅訓練內容。今日係爆發力訓練嘅。咁呢幾個禮拜嘅爆發力訓練都係一樣啦，會做一啲 power clean 先嘅。熱身嗰度就冇咁重要，就唔水時長啦。咁一開始就同平時一樣啦，用60 kg 去做 hand power clean 先嘅。咁上兩個禮拜都係用60 kg 做5組啦。咁今個禮拜就覺得身體狀況唔錯啊，所以就用70 kg 去做組。咁所以呢，嗰一日用 power 做 hand clean 呢，就係2組60 kg， 跟住再做咗3組70 kg 咁樣嘅。咁之後都係會用嗰個彈力帶去做一啲 bench jump 去做一啲轉化啦。咁之後都係一樣啦，會做一啲 pogo jump， 同埋分別左右兩邊都會做嗰個啞鈴捉舉嘅。跟住歡迎嚟到星期六啦。星期六就係呢個6月20號，係去咗打排球嘅。咁因為我要留少少時間講解下發生咩事，所以就求其揾咗呢個好靚嘅海浪畫面。大家覺唔覺靚啊？咁因為我自己唔記得錄片啦，所以就用咗麥包錄嘅片，所以就會配翻音。最後仲會有181可愛少年嘅激情講述添。好啦，即刻嚟第一球，睇下佢點樣突破呢個3人籃網啦。一個高波大脆位。哇！出界打咗個飛機啊！唔緊要，即刻嚟睇第二球。哇！陳我起一個靚救，俾你一個靚起。哇！睇唔清楚唔緊要，我哋即刻睇多次。唉，踩界陰功咯，好彩今次冇出界啫。好，即刻嚟睇下第3球啦。自己接咗個靚一。哎呀，錯腳，仲要撚網。掂咗一個靚100分俾2分咁啦，自己接自己要咁囂張，哇！單腳尾你話上籃嘅家陣，好彩人哋掂到啫，如果咪又出界啦。講都無謂，直接睇下一球，對面直接翻過嚟，洋洋一傳，立包2傳。睇完慢動作重播，對面真係掂到嘅，不過又錯腳咯。唔緊要，即刻嚟睇下下一球。Louis 打咗後排，唔知邊個接到。哇！世界級籃網，哇！贏到你呢球，不過都係個籃網贏啲咯，我覺得。跟住阿偉一個大錘 boom！ 哇！湯套啊，爛死湯套，失咗噶。Oh my god！KK 心諗哇，下次應該我接，係啦，佢叉晒腰，彈一個射波，
係啊，變咗對面，哇！掂我掂到傻啊，安仔，會殺他死啊！係啊，然之後阿蛋再嚟俾大錘，boom，冇計 ，Peter 就係咁打返過去 ，Louis 接波，阿蛋一個二傳，哇！打手出界啊！如果佢哋兩個撳落去咧，就唔使打手出界。Oh my god！Oh my god！阿偉一個射波，哇 ！KK 呢個係靚打嚟㗎，真係靚打，令到呢個安仔嘅，唔係安仔 ，sorry 啊，係陳學希選手爭啲爆彈嘅。如果企多前少少嘅話，一個射波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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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